正道题目是人捌有价值的代志，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平安！真仰望上帝的平安，甲身躯的健康，享受伫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。最近咱的教会有人破病，嘛有人伫家庭的经济顶悬有拄着欠安甲快乐，嘛有人伫心内有操烦。但是愿享受平安的上帝，伫这个年头，将伊的平安的鞋穿伫咱的脚上，互咱伫今年咱所行的道路顶悬，日日有平安。伫迄个敬拜，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，我要邀请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做伙组织伫你的圣殿内底来做礼拜。今仔日阮真欢喜来欢迎阮中间的长辈，就是杨玉丽姊妹，就是庄英泽校长的夫人。伊今仔日陪伴伊的丈夫一灵到伫阮的中间，阮同齐伫即个所在来做礼拜。主，感谢你的救恩入伫因的厝，也求天父上帝安慰校长夫人，互伊伫伊一生中间，甲伊的丈夫做伙生活的点点滴滴，会通永远放伫伊内心，诚做怀念。也愿天父上帝施恩祝福伫庄英泽校长因的家庭，因为这个家庭虽然有失落，但是有所得到。因为伫生命健康关口的时刻，这个家庭有做一个真重要的选择，就是将因的亲人交伫上帝的手。主，这是一个真有智慧也真受祝福的选择。愿天父上帝加添这个选择，佮有上帝你的圣神来祝福因，特别是伫伊的查某囝游子老师。我要恳求天父上帝施恩伫因的家庭顶悬，也伫地关兄的厝内底，互伊的查某囝将来出国留学，头前所要行的道路，拢有上帝你施恩赐福。愿伫你面前恳求主你的圣神，伫今仔日礼拜中对阮讲话。愿安尼恳求祈祷我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因为今仔日是咱一年一摆的会员好会，这甲股东大会无共款。一般外面的股东大会是咧甲咱报告讲，伫旧年这个公司大概有啥物种的营业额，有偌济的收入甲得到。会员好会最重要，毋是咧讲遮的。会员好会甲会员大会甲股东大会有类似的所在，就是检讨过去的一年，但是来说明过来新的一年。所以今仔日的礼拜，牧师要邀请兄弟姊妹，无论恁的会籍有伫这个教会，无伫这个教会，牧师对心中真感谢恁选择这个家庭做恁的家庭。咱的教会有真侪特别的特色，虽然是伫竹塘这个庄脚的所在，但是咱的教会虽然毋是真大间，但是有真侪陪伴咱的兄弟姊妹。咱的教会大概有3个族群，第一个族群就是伫竹塘人，伫这个所在。可能是对细汉到大汉，因为祖先有信耶稣，所以因就伫竹塘教会来出入。还有另外一部分伫咱中间，包括志杰、乡秀文节、李梅节、桂秀节，还有江乡长老娘，还有任何社。恁是伫外环，毋是代表讲恁是伫教会内底，毋是重要的地位，毋是。因为恁所徛起的厝，离竹塘教会有一淡薄的距离，包括玛丽、珍燕洪杰甲迄个夫人，恁住伫即个外环的中间，但是恁肯无晓着即个路途的遥远，恁肯来遮做伴。感谢上帝，互咱伫人生中间做兄弟、做姊妹、做亲人，伫即个教会顶悬有份伫即间教会大小事。无使用这个题目要唤起咱真做一个有智慧的教会的一份子。圣经咧讲起一个有聪明智慧的人，伊若要起厝，恁会记迄个譬如无？
伊讲聪明的人甲厝起伫什么所在？坚固石盘顶悬。愚公的人甲伊的厝起伫迄个松松的沙土的顶悬。然后地动大风大影来的时阵，就看出来聪明的人所起坚固的地基，起头咧起厝较困难、较辛苦。但是大风大影来的时阵，一生的工程就是坚固。偷食步的人、偷工减料的人，无爱真辛苦的人，人生所种做、所起做的，大风大影若来太过，就亲像做风台，人就袂通留什么。今仔日个礼拜，牧师要甲咱分享耶稣讲一个最要紧的一个功课。伊讲马大，你都要有智慧，因为你的妹妹已经选到伫伊生命中间上好的福分。这我若无甲恁讲即种的选择，我都毋是恁的牧师。有子老师，咱熟识已经35年，我若无甲你讲耶稣要互咱上好的祝福，安尼我都毋是你的好朋友。那为着保持互相的尊重，好朋友毋是干那安尼。好朋友就是讲真实的话、祝福的话、好的话。耶稣伫伊的教示中间留了足侪宝贝、有智慧的话。其中有一项上重要，伊讲起人伫人生中间来选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少、袂当欠、袂当欠的，一个真要紧的选择。这嘛是今仔日我对伫心中的感动，要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你将来恁的囡仔有眼光、有智慧，因为人生中间所选择的是有价值的事。兄弟姊妹，什么人有能力，什么人有智慧，会人把握。我伫少年的时阵所选择的道路，我选择的代志，是我一生的福气。有一条路，互我一直到我一生的路尾，我永远会通正直向前行。亲爱的姊妹，愿今仔日个礼拜，上帝的圣神对你讲话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将迄个智慧，亲像光，就放伫咱的内心。忽然互咱就发现讲，哎呀！以前我感觉重要的，其实是次要的。以前我感觉次要的，原来伫我的生命中间是主要的。真侪人伫人生中间所计较、所选择的，常常拢是安那次要的，食什么、穿什么、用什么。但是人生中间有比这个更加重要，兄弟姊妹。什么人会通甲咱讲互咱听，互咱伫人生中间知影去选择咱人生中间上有价值的事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教会内底出席，上帝开咱的口气，互咱内心有智慧的灵，有聪明的灵，互咱得到上帝的帮助。昨个早经是这个1年半。一个主题的结束，昨下早顶最后一节课，迄个课的课目的名叫做《耶稣最后一节课》。耶稣最后一节课，伊讲什么？不敬礼解散，干嘛呢？耶稣伫最后一节课所讲的话，记载伫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。伫今年咱的青少年的冬令营，牧师要带咱的囡仔。所以来读耶稣伊伫最后所讲足宝贝的话。伊讲我若离开这个世间，我到天堂就是要甲恁陪伴，生命永远徛起的所在。我若无离开世间，上帝的圣神就无来恁的中间。上帝的圣神是真理的神，真理的神若来，就带恁进入真理的学校。真理的圣神若来，就带恁明白将来的事。圣神若来，就要将我甲恁我讲过的话，恁听无的话，恁过去听但是无了解的话，圣神就要将我所讲过的话，搁再讲一摆互恁听。所以亲爱的姊妹，做一摆礼拜无代表咱人生就明白上帝的祝福。咱要不断伫上帝的圣神的内底安静。
静静听。虽然咱中间有人有上这个查经的课程，有的人因为时间上都还未拄好，你无参加。但是牧师希望你若愿意参加的人，其实24小时你拢会当点阅咱的录音查经的记录。愿主耶稣所讲智慧的话，会当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纯粹双手甲主讲：主，求你将这个上好的祝福，就是天灵来福分，赏赐予我。牧师要甲恁解说过这个字，叫做 Makarios， 恁会记吗？这个上好的福分，伫圣经内底所记载，一个上水就是8福。伊讲心内颂扬的人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耶稣咧讲有福气的人，这个字叫做 Makarios， 这个字是希腊文，以最重要的意思是咧形容人世间没有的祝福，伫这个世间无的福气。伊咧讲起独独只有天顶才有的一种的福气。这2-3礼拜心内有真沉重，因为我感受到校长夫人对英哲校长离开的不甘，我嘛感受到游子老师失去爸爸迄种心内真大的不舍。但是愿天父上帝安慰，因为伫最后恁甲校长毋是办一个完美的告别礼拜，伫最后上重要其实就是恁伫伊病痛的时，恁通过祈祷，你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将我的亲人交伫你的手中。愿恁知影，当恁迄个时阵安尼想的时，上帝已经接纳恁，将因泽校长的灵魂带到天堂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大人囡仔、少年老人，看病健康，咱拢得到。愿咱纯粹双手甲主讲：主，互我的家庭，若毋是上好的，我无爱。食会了、穿会了、用会了，穿会破、穿会漏、穿会歹。主啊，这些物件毋是我一生中间上重要。什么是我对少年到一生，我会通一个为之生、为之死，欢喜为伊来活嘛，欢喜为伊来死，迄个有价值的人生的一条路。主帮助咱，因为多数的人所选择的拢是次要，牧师无意思看见咱中间选择较哲学性、选择较迄种迄个精神性的物件，人较优秀、较高贵，毋是。但咱的人生中间，毋是用安尼来真简单的二元来区分。伫咱人生中间，的确实有重要甲次要。兄弟姊妹，你敢已经选择伫你人生中间不可少、主要的？兄弟姊妹，当咱今日做礼拜了后，可能你无马上有答案，但是你若对你的人生有期待、有祈祷，上帝要继续甲你讲话。但是我要甲咱分享一个我的个人20岁时阵，上帝甲我见面的事，我的经历。伫我20岁时阵，伫迄个感动当下，我并毋知我的将来要做什么职业，我要去什么所在。但是对20岁到25岁迄段时间，上帝将迄个感动放伫我的心内，互我开始去想，我的人生将来到底做什么较好？每一个人拢有可能有这种的感动甲经历。你若愿意，你若为着你的将来人生有做这种严肃的思考甲祈祷，上帝的圣神就要甲你讲，因为耶稣伫最后一节课，伊讲起：我若离开，我要替恁祈祷，求天顶的上帝将伊的圣神赏赐予恁。这个圣神要甲恁讲起恁将来的事，有重要无？耶稣讲：恁来到我的面前，但是恁拢从来毋捌祈祷，恁通讨，因为恁若祈祷，天顶的上帝就要安尼照安尼来甲恁成就。或者相信祈祷，
常常祈祷，伫上帝的面前，将咱的人生交伫天父上帝的手中。我是高雄囡仔，我细汉上爱的一个青年甲朋友交陪活动，就是阮骑奥多摆，就去西仔湾、狮子湾，然后对狮子湾的迄个山坪，就爬去迄个柴山的顶悬，然后伫遐看夜景，伫遐讲天讲地，少年人就是假笑，就是安尼装疯卖傻，毋是歹哦。就是讲交陪的时阵有真侪安尼讲起彼此的一寡情绪的话，甲将来的话。我袂记得我到底是真正是20岁还是21岁袂记，大概就是迄个年龄。当我对学校伫拜六周末就去，就甲我的朋友去倒摆去狮子湾，照着阮普通时的例行的迄种的行程。忽然因为歹势甲恁讲，啉一点米露所以啉了我就想要去便所。后来我就去找，我就挖头去找一个暗暗的所在。伫遐忽然发现讲，我的脚车片后壁是高雄市上繁华的夜景。对柴山的顶端看过去，拄拄就是高雄叫做大港迄个盐埕区盐埕埔迄个所在，就是台湾高雄第一个发展的港口高山的所在。我看到夜景足水，我忽然有一个感动。我知影是上帝咧对我讲话，迄个感动甲我讲，将来你一生中间，你会当伫这条五福四路，你会当买几间厝。忽然有这种的思考啦，我将来敢才会当伫这个所在买一两栋透天的厝。然后我一个感动做出来，伊甲我讲，敢有可能几条路？我讲上帝若安尼上好。后来，搁来第三个声音，第三个感觉讲，你敢有可能拥有整个你即摆看到的高雄夜景整个高雄市？我开始有疑问，检测我有可能会当做高雄市长，但是要真做拥有整个高雄遮尔大的版图，毋是真简单的代志。忽然我想到一项。上帝讲：“我是天地的主，你连这片小小的土地，你就开始无把握。你敢知影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广？”兄弟姊妹，我甲你讲，这个少年囡仔的空想梦想，其实这是一个真神圣的经验。上帝无出现伫我的目睭前，我嘛无看到伊的形象，但常常上帝的圣神。是用这种方式来甲人讲话。伫迄个当下，我无答案，但就亲像耶稣讲：“我若离开，我就求差遣圣神，将我捌对你讲过的话讲互你听。”兄弟姊妹，咱做上帝的囝子，咱常常伫内心有良心的声会甲咱讲话，伊会甲咱讲向左、向右。向前，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人人生中间的经历。有时咱心中咧想一寡代志，无马上有答案，但是咱心中若有上帝，迄个上帝会继续甲咱讲话。这就是昨暗早经所读到应该读到一句话。伊讲，耶稣讲，天父上帝要因为我的缘故，差遣圣神做恁的保惠师。这个圣神要将一切的事，要将将来的事，甲恁讲，互恁想起我过去所讲的话。所听的姊妹，牧师的讲道最重要，毋是咧讲家己的话。牧师的讲道最重要，就是将上帝过去讲的话，伫适当的时机解说互咱听。所听的姊妹，愿上帝常常对恁讲话。在这教会宝贝的孩子，我虽然没看过圣经里面的耶和华，但是伊伫我一生中间对少年到今仔日，伊常常用伫西仔湾、伫柴山顶悬迄种出现的迄种的方式，甲我讲话。牧师为免祷告，
愿这个创造天地的上帝，将生命的奥秘讲给恁听，互恁因为甲伊讲话，恁的人生明白。耶稣讲，伊要将将来的事甲恁讲，或者你有期待，伫上帝的嘴的内底听到恁将来的事吗？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咱真侪有智慧的人，伫咱的人生中间听到智慧的声，求天父上帝保守咱今仔日的礼拜。然后咱伫咱的生命中间安尼祈祷讲：主啊，我要怎样来确信？我要怎样知影？伫我生命中间，什么代志是对的、有价值的事？所以兄弟姊妹，唔免问牧师，伫恁的心内用敬虔的心，上帝要甲恁讲话，因为这个上帝是对所有的人讲话的上帝。愿咱伫今咱的人生的中间，咱每一个人将咱的一生做一个祈祷。人的一生袂通用钱来衡量，但是河大唔知河上面一个生化科学家伊河大什么会？河大一吼，伊讲人的生命不是用钱来衡量的，价钱跟价值是不一样的。偏偏多数的人拢用价钱来看人。恁去买衫，恁第一个看到是看啥？商标顶悬的价钱，伤贵的卖买。好，不是啦，买愈贵愈买。大家人个起毛起甲方法无共款，穿着较贵的衫，感到人就较有体面吗？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若有上帝的水，咱的生命若有上帝的荣耀，咱的生命并无共款。求天父上帝帮咱今仔日的礼拜，求上帝的圣心帮助咱家做一个听得懂上帝的话的孩子。阿们嘛。主啊，求你，互我大概若读圣经，互我若大概若听讲道，我拢听有。我要真做一个听有上帝的话的基督徒，因为听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伊知影伫人生中间，什么是真正有价值。不是到年老才明白，是对少年的时阵，虽然伊无明白，因看到繁华的都市，兄弟姊妹，迄个故事有亲像耶稣伫3摆试探所拄到情景嘛？我何德何能？是因为上帝听，上帝嘛会甲咱讲话。检查你若斟酌去想，伫你过去嘛有可能甲牧师同款的经历。但是无一定，你伫迄个时阵有注意到，上帝开始对你的人生有计划、有安排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但因为耶稣所讲过的话，咱的生命得到智慧；但因为耶稣所讲过的话，咱的生命来得到智慧。今仔日咱书会带咱读的圣经新约的部分。腓立比书第3章第7节第8节，一个因为耶稣的话，伊的生命全然改变。伫基督教内底，真做上重要有智慧的哲学家的老师，伊的名叫保罗。保罗的教示，保罗的讲道，大大赢过彼得甲其他的使徒。伊留了真侪张批，伫迄个批中间，伊讲起耶稣予伊的智慧。伊讲以前我少年的时阵，感觉有利益，对我的生命是有利益的。但是后来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因为耶稣的原因，我才发现我少年的时阵所追求的，原来不是人生中间上重要的。原来上重要是什么？就是认捌耶稣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教会不是卖瓜说瓜甜。教会嘛，毋是亲像网络天，伫迄个第4代顶悬咧卖药啊。直播主，今仔日台湾人真侪人相信直播主所讲的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互咱伫咱的一生中间，智慧互咱找到，伫咱人生中间
上重要的部分。都来讲，咱的教会伫今仔日会员和会中间，咱要做一个检讨。到底伫德堂教会2023年发生什么代志？伫2023年365日的中间，有什么种的活动对咱的教会中间是上重要的活动？有价值的活动是重要、有造就性的活动。恳求圣神鼓励亲爱的中职，互咱做伙同心来建立一间有价值的教会。我将我一生的青春甲恁做伙，但是人生总有没有那个不散的宴席。亲像耶稣最后一节课，耶稣嘛会离开。兄弟姊妹，特别是中职，咱要怎样真做一个同心合意？对顶礼拜牧师甲恁鼓励，我毋知恁顶礼拜有来做礼拜无？题目叫做同父异母，恁会记无？伫教会中间的优雅嗲顺道基，有无同款的意见？但是保罗讲，免惊咱意见无同款，但是毋通失去彼此的尊重。免烦恼意见无同款，因为伫多元的时代，人拢有无同款的主张甲想法。但是倒来到圣经中间来问讲，什么种的主张是有价值、是好的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追求一项真有价值的活命。这个故事我捌甲恁讲过，我要佮讲一解，因为这个故事太水了。这个人叫做 William Borden， 伊的家世非常惊死人的好囝，曾经像洛克菲勒。伊高中毕业的时候，伊的老爸给伊一张环游世界的旅行支票。伊的老爸佮甲伊安排伊的家教老师陪这个囡仔去环游世界，为了将来要开伊的眼界，互伊倒来接伊的阿公、伊的爸爸的事业。咱人拢知，咱拢捌食过因兜的做的，叫做鹰牌的炼乳，有无？那食串冰的时候，上好的是啥？鹰牌炼乳。佮加2粒红豆啊，红豆啊，甜甜的红豆啊，迄就是因兜的啊。这个少年囡仔，伊有一个信仰的家族，毋是好业，是一生的骄傲。这个人少年的时阵都有一个足特别的特质，伊感觉人生中间毋是干那假清用。伫迄个环游世界的过程中间，伊看见宋乡人，伊看见全世界极水。伊本身是芝加哥的人，芝加哥是伫美国中间一个真要紧的工业重工业的地点，所以知影人生中间毋是干那安尼尔。伊的妈妈送伊一份的生日礼物，就是一本圣经。伊伫这本圣经掀开的时阵，伊写一句毫无保留，伊的意思对遐开始。后来这本圣经伊写3句话。但是我甲咱分享，伊所讲3句话。这人一生只有25年，后来伊死伫埃及，可能是疟疾迄种的热带疾病，后来发烧，后来伊死伫伊的旅程。伊的妈妈甲伊看伊所留落来的物件，伊妈妈才发现讲，伊过去送伊的圣经中间，伊加留2句话。咱来看伊所留的话是啥？伊讲我一生要做有价值的代志，完全无保留 ，no reserve。我要勇敢向前行，我的人生永远无回头 ，no retreat。第三，虽然破败，我的人生要少年，没有建立庞大的企业版图，但是毫无遗憾。兄弟姊妹。人的生命会使安尼，人的生命毋是用钱来量，人的生命嘛毋是用血寿来量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你敢有这种的高度，会通甲你的囡仔讲这3句话？兄弟姊妹，咱拢插平平啦，那毋是上帝，那毋是耶稣的话，
有什么人会通这样有智慧？雄心壮志，讲 no reserve, no retreat, no regret。兄弟姊妹，愿上帝赏赐一个无怨无悔的人生，一个智慧的保罗讲：当你若用耶稣的心做心，你就找到真正有价值、宝贝的话。保罗伫拄则讲：将我看做荣华富贵，看做宝贝，但是因为耶稣的缘故，因为耶稣的缘故，我的目睭伫咧拍开，我前亲就青迷人，但是耶稣伫大马色的路上开我的目睭，互我一个完全全然新的视野。伊将一个新的智慧的心放伫我的内面。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的意思，就是将一份有尊贵、有价值、有智慧的事放伫你的思想的内底，你的情绪的内底。就亲像拄则一个威廉·波顿伊所讲的话，毫无保留，永不回头，毫无遗憾。兄弟姊妹，咱若爱咱的囡仔好，咱要有充足、开阔的心，甲真实的智慧，是吗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会通帮助每一个囡仔，拢听得懂神的话语。这是今仔日的礼拜，有一个牧师，我甲恁分享过，伊的名叫做 John Stott， 伊是伫英国伦敦足出名的一个牧师。伊咧讲起基督徒需要有智慧，迄个智慧叫做死刑观念。基督徒需要伫这个世间有主张。因为伫人生中间，咱会拄着无同款的挑战，无同款的主张想法，不是青梅对青梅，一身盲从对人行。伊讲基督徒爱伫公共事务顶悬有主张，毋是干那听人鼻仔讲咧四界行。伊咧讲的死刑观点，其实就是英语叫做 Christ 基督的观点。兄弟姊妹，咱伫教会出入，受训练、受栽培、受教师、读圣经，目的是为着要建立一个健康的人生观。无健康的人生观，真困难有幸福的人生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伊咧讲起这个死神的智慧，就亲像日出的光。伊若照伫人的内面，人的内面自然都有活命的主张。人就活出来一种有主张的生命，这就是保罗所讲，亲像真实的光，将生命的道来表扬出来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也在咱的教会的主张上，兄弟姊妹，我若有感动，我从来毋捌点点无对恁讲，因为我不爱做一个沉默的牧师。那我若是做一个沉默的牧师，我就毋是恁真正的帮助者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牧师所讲的话，恁敢有感觉是有参考的价值？兄弟姊妹，恁做一想，咱教会捌3个阶段的主张，其实咱无拄同意，咱就向前行。我来到教会第一个主张就是，我要将我的时间放伫兄弟姊妹的生命的栽培，较赢过办幼稚园。咱的教会伫阮来了后，伫阮的手中，迄个天人幼稚园的时间暂停。有外交甲牧师讲，牧师啊，安那你将来你要食什么？这段教会遮尔细间的教会幼稚园若停起来了后，要安怎互恁生活费？我的想法毋是迄。我的想法呢，我一日来用3点半钟开幼稚园的车，我到暗时敢要有体力通带早经班。但牧师若伫幼稚园中间兼主任，将这个主任的社礼薪水省起来，互伊将对幼稚园所存的钱，摕互牧师做生活费，这不是上上之策。因为上好的方法就是投资伫生命。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去教育馆的时阵，咱捌戆戆讲讲，我无爱讲募款，恁会记无？是讲吗？
兄弟姊妹，其实这就是价值的主张啦。有可能咱当时的想法拢无共款，但是当咱的教会将所有的工程款行了的时阵，手结长老对心来讲，主啊，阮心来欢喜，阮尽阮家己的本分来完成这个工程。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需要注重什么？人多吗？好业吗？起大楼吗？还是人人幸福？伫上帝话顶悬，得到有价值的人生。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开咱的目睭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兄弟姊妹，你若愿意，无论你是毋是真正咱的教会正式的会员，拢欢迎你留落来。因为这段教会有一个想法，就是伫教会若出现2摆，恁拢就是这个家庭的亲人，无一定是正会员，但是你就是这间家庭的一份子。第1摆来是人客，第2摆就是家己的人。你若愿意伫这个教会做家己的人，欢迎你留落来。你毋是听报告，你是参与祈祷，伫会员大会中间，为着新的一年来做计划。咱要问耶稣讲：耶稣，你爱互这间教会，成做什么种的教会？这种教会是什么种的教会？不是陈牧师、曾牧师说了算。阮虽然检查是有主张，但是不是我甲陈牧师讲的遵守，是咱的上帝讲遵守，敢是？耶稣说了就算。所以兄弟姊妹，陪牧师祈祷，陪教会祈祷。咱来问，主耶稣，你爱这人教会，成做心中的教会。耶稣讲，我所做的，你嘛要做，恁同意吗？这人教会唔免烦恼讲要做什么。2000年前的耶稣疼惜遐个患病的人，2000年前的耶稣照顾遐个青梅的人，2000年前的耶稣照顾遐个身心障碍者。伊讲，这个人患病是为着要荣耀上帝的名。总算讲，我若无成做小儿麻痹的人，我都无机会进捌喜乐阿嬷。兄弟姊妹，这是耶稣的做法。你愿意代替耶稣参与这间教会的事工吗？耶稣讲：求什么？求上帝天顶的国度，甲伊所有一切良善。这就是伊所讲，求天国跟求上帝的义。教会爱活出耶稣基督的良善，互人知影基督教甲其他的宗教不同款。我们不是看清别人，而是打从心里面知道，上帝所有咱的生命不同款了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所以回到英哲校长，我甲伊最后所讲的话，我感觉当恁甲我互我知影伊破病时，我要去看伊，我知影刻不容缓有一句话就是，我若无甲英哲校长讲，我都毋是真正听伊的牧师。恁会记得我甲校长讲，校长，我甲你行洗礼好无？恁会记得？我相信上帝通过恁的思考，恁代替校长甲牧师讲，请你帮助阮，这是祝福。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的智慧福气放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互所有兄弟姊妹，咱领受上帝所有一切良善的生命，真善美、美丽的生命，互咱的人生活出迄个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的教会本身就亲像一张被，写互得当人。虽然咱目前咱教会伫得当的人口，犹阁是少数的少数，
咱伫遐听候，咱得到的厝边，因也愿意，咱的教会将这个祝福，甲因讲，这就是今仔日的礼拜。咱伫上帝面前甲主祷讲，主啊，求你互得到教会门若拍开，人就受欢迎。主啊，这间教会的门若拍开，主求你将你的祝福放伫阮的社区，甲得等人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将你的教会交行你的手中，到你是教会的主，你是教会的头，你的性命设立这间教会，愿伫你的面前同心做礼拜。愿恭敬这间教会交行伫你的手中，求主你施恩赐福掌管，互这间教会有圣神的气力，所讲的话会当帮助人，所发出的祈祷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。主，愿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甲阮同在，愿咱的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